那么我有点去趁热着，呀，然后我俩去堆推去呀。哎，我跟侬到去。等得来，他把有等那个家。等么让伊去等好了。哎，那个地方是大家咋玩？上头不咋有10万。谁要紧，命要紧啊。哎呦，手顶下来的热身了，一件烂棉撒到身上真假好玩。这个笼子里哪会得有好的呢？摆进去的，根本爬进去之后你不会带脱噶？不进不出的，哪会得推不出去？你为啥机关做好了？你哪才懂个啦？我走江湖的，老江湖的。哦，但看不出啊。那个人你中浪吃个最好。到9月10月还等嘞，有经济上嘞。所以讲，第一个吃好的人是味道的不得了。那么人家讲大鱼好，好又好。哪里年轻嘞？吃里巴巴。哎，反正吃个人看不出的。不管你手指好了，帝王好了，啥个好了，啥个好了，到洋上肚子好一步，侪是浮云。非洲手指哪会得接天堂呢？你那还人不接天堂，这山不接天堂，你比狼些呢？其实干干净净的，它疼不疼的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家里的真杀疼，哦，现在温度已经来上来着啊！哎呦，我一走不能看的，看着要来看不到盖的。侬吃要吃不啦？吃也吃个呀。因为人生随着了慢腾当中，从菜房走向坟墓。哦，来了，天上你要来玩休息去啦？你还带羊肉吃好，我怕带凤鱼去吃面啊。哎，老爱先开着，你反而说几天啊？过年过后去。哎呦，反正也是去吃面玩，几天老爱死。想上去随便，那还应该比比快。带菜，吃面还是滑脚，马上食一记分鲜菜。哎呦，搿场地人脑袋唔笨，里向副抓鱼来了。哎呦，真个来着呢，真个来着呢。一个红扒面，一顿螃蟹。啥人吃了？原来还吃个鸡的。侬是送来帮他吃的？你实力会得一个人选得来吃面噶？现在的吃个最好还还来发的，马口是口一个红头色。